罢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、王定宇的连署书涉嫌着死亡连署。台南地检署2个月前搜索到国民党台南市党部顶几个所在，今仔日情结用伪造文书，甲台南市党部的副主委等11个人来起诉。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庄姓副主委、洪姓书记长、刘姓总干事、黄姓总干事、施姓执行长、林姓执行长、王姓书记、刘姓书记、陈姓秘书、胡姓罢免案领衔人及其林姓友人等11人，于民国114年1月间，为求在10日内募得台南市林姓及王姓立委各3000份罢免案提议人名册，竟意图损害他人利益，共同基于行使伪造私文书及非法利用个人资料之犯意联络，且在提议人名册签名及盖章栏伪造党员签名后，向中选会提交。检察官嘛表示，另外还有参与这个案件相关的干部、党工甲亲友总共37个人。虽然嘛卡到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，但是考虑到因是因为亲戚朋友的关系斗相挺，并不是主要的成员，而且嘛拢有承认参会，所以拢是缓起诉处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